中华队加油！中华队加油！台湾最强中华队，加加加！比赛事实上，两边的投手表现的都不错。那我们这边事实上在攻击方，我们的呛死也是不少，但是还是跟我们在台湾跟日本队打的时候那一场情况差不多。在呛死来的时候就欠缺临门一脚，就是没有办法在得点圈有了的时候。40击出安打，所以这个我们也就是造成今天这个2比0输球的因素之一。我们都会做一些讨论啊，大家会去在棒次上的安排会做一些讨论。不过因为变化也不会太大，因为你说攻击像今天攻击没有说很顺畅，那也不过才3支安打。也才有3个人打赢他而已，所以你说再怎么拍来拍去，还是原来这个样子没有差太多，只是说大家在面对得点圈在攻击的时候那种心态我们是不是要再去跟球员大家稍微研究研究看如何，但短期赛事你说要完全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我们会尽量去做，看能不能些许的改变得到效果。很可惜的是第5局自己好球数落后，然后被打者击出那支全垒打。对今天比赛，前几天有特别去看他们的打击，就打者那些情况报告，然后今天其实拉美的球队，其实他们的攻击模式几乎都差不多，然后今天自己特别把球路压低，在前几局，然后直到第5局好球数落后，然后那一颗石头球。被他的掌握这样，然后接下来往后几场比赛，自己身体状况都是 OK 的，恢复好了，就是等球安排，随时都可以。